经历说这个人乳这个一项就有一点新的说，你咱讲这真心都要住嘛爱要住其实真心好像很难住因为就开始因为或许觉得是不是是讲，咱讲无爱住那些无爱因住那个流进去流连衰的工课，但我感觉讲，因为习性是习性的一个驱使之下互咱目睭看的，你讲无遐动，但是咱的习性使然，类似的习性，互咱袂当好像不由自主的，就会去来就解闭动心。那么是讲，这安怎会当讲要达到这样一个要忍辱啦，讲拄着啥物代志，其实这一定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使然，所以这样说会达到忍辱更是困难的。所以尤其咱都无法度忍辱，咱静不下来，咱无法度心静，更结合咱的气味在启发嘛。所以呢，我来感觉讲，听这个课咱会感觉讲有时候这离修行好像很远那个要达到一个那么高的境界，这样子感觉讲较唔的因为会感觉讲，咱今仔日在达到讲有得讲的讲，咱达到无为法嘛，无咱所做的有为法，那咱要让达到解脱，咱另外就是在轮回嘛，与两个一直在轮回当中，所以是讲咱就是不断的一直在修，还是讲嘛是在修咱自己心所以今天咱讲法轮常转，你是讲咱因为咱无法度顿悟嘛，所以就是讲拄着生业上好，咱就是不断伫遮要转嘛，伫遐咧转，咱甲转好开，但是就是讲，这个那么高的境界要转这个真的是一门很深入的功夫所以我们常说真的要在刚好说要讲到这个忍辱什么的，真的如果没有真正落实到这么行深的功夫，有时候真的遇到人事物就不是这么的简单。所以后学在讲说，真的我们听这个课也是在对自己一种相应，跟简单这样子的一个心的相应当中，事实上是在转自己的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考试卷要怎么样去考也你说讲那是不要当课不要科举，所以讲文字上的文字的，怎样讲文字的真正不是问题，上文的就是咱食心，无法度去落考好，因为这攸关我们的生死，你的轮回的代志，所以真的是让后学觉得。感受就觉得真的是不可以低估了我们自己，真的我们这颗心真的要好好的去安住它，安来获取新的这个好。修行就是说，那天那我这个眼睛在呼吸这么的不大，那听到今天这个很完整的东西出来。他的这些有习性，过去的秉性，过去的秉性这种习性这种习性来的，而你用语言在讲，还是安静，你要这些东西去改。因为我们讲你对焦公平，因为我哋卡係挑對焦我哋係。我也是该调对他，调对他俩，公开上都在。我要来做大的东西嘛，要来做什么东西？我们该调对他，该对调对他，该对。因为东西要你去调对他，你要你去不管你不留情的，马上说，因为你不主原谅。在不主原谅的了，一种小的嘛，这个马上放下。
安尼来不管直接，不管正常，慢慢出现了，我们讲直接，这个，你这个正常，这个按这个给他你这正常，这多少？那我特别来这个地方，我这个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我这个来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我现在看最棒的我要保护流水，然后我们再去根深蒂固，多深多起来，那个是秉性，我们要改除我们的秉性，哪那么简单？然后尽量去对应降低，尽量忏悔，尽量欢喜的接受，感恩的接受，忏悔的接受，就是那么简单。那讲过克林顿美国克林顿，其中一个做这个加州的州长，信口文化一大堆，这说的话就是把信口一大堆。像后来这个耶稣已经先说过，我们的总统真的有变，我们的总统一定要看清。现在这个人讲结构，按照再讲这个因，这是基因，这是属性，这是基因。他看的东西好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欲罢不能这样的东西。本身是一个人各种不同的基因。那些这种个人不同为主，他们基因或者你像说这个然后他们因为可以看过，你想看到的发病，那个龙很可以，必须的发病的，我这几个都是对不对？因为你讲到可以的，按照法，他把那